一般嘅呼吸方法呢，就係講空肺式嘅呼吸，或者係腹式呼吸。咁啊有順啦，同埋有逆。咁呢啲呢，嚴格嚟講呢，都唔算係自然呼吸。咁當然啦，練得多之後呢，就會變成習慣成自然。咁自然呢，又可以指環境。咁除咗指外界嘅影響呢，仲可以指權勢、對練兵器、速度同埋變換等等嚇。咁啊太極拳呢，有快有慢高低、伸縮速力同埋發力嘅動作。咁呼吸呢，就為咗呢啲變化而相應調節嘅，即係有快慢、有深淺嘅意思。咁呢啲調節功能呢，就係人先天嘅本能嚟嘅。咁所以呼吸自然就係唔單止冇變化，或者只有一定規律嘅速度同埋力度。咁所以呢，呼吸自然或者自然呼吸應該係指聽其自然，唔用意、唔用力、唔做作，咁就啱啦。